上帝的话，记载在旧约圣经以斯帖记4章1到17节，和本圣经在620页到621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末底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尽数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他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末底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侍候他们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召来，吩咐他去见末底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于是哈他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末底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监入王库的因素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书珊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们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他格回来，将末底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他哈他格去见末底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治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末底改，末底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解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末底改说：你当去召集书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唯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末底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以上。现在请许牧师来讲道，题目：王后的逆转胜。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再一次谢谢你在我们当中带领着我们。此时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要从以斯帖记当中去学习上帝你的恩典，去看见上帝你的救恩。也愿你再一次带领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反败为胜是我们在今年这福音主日里面，我们有5次用这样的信息，为的是要让各位弟兄姐妹可以邀请还未认识甚至还未相信的亲朋好友来到教会当中。
我们用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来与他们一起分享上帝的救恩。那么，我们首先要再一次来回顾看一下，当我们要看反败为胜的时候，看到王后的逆转胜，我们要用新的眼光来看。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面对失败或者是说挫折的时刻，关键不是在于说我们不要这些事情来发生，而是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它，使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依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得胜。更重要的是，有时候失败或挫折会使人灰心丧志，甚至消沉到自杀。但是过去这样的一个困境，可以成为我们现在在面对我们所要面对的挑战的一个转折点，可以成为我们靠主而得胜的一个垫脚石。因此，在过去这段日子里面，我们已经讲了3次，今天是第4次有反败为胜的福音。第一次是在1月份，第二次是在3月份，第3次是在6月份，以及今天我们要来讲。不过从1月份到现在，我们可能已经有点忘记了。从约瑟到摩西、大卫，到今天的以斯帖，以及到最后我们有一讲是耶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们要来再一次看一看，只要你愿意，其实你就可以敬畏神，跟随着神，遵行他的教导，你就可以像约瑟一样，凡事顺利，反败为胜，从困境中而得到救赎的恩典，而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最大的帮助。我们来看摩西，摩西因为他倚靠上帝，他遵行了上帝所颁布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因此他从带领着以色列人在埃及当中的困境走出埃及，进入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我们再从上一次的大卫在面对非利士人的挑战的时候，他在面对这巨人歌利亚，其实他知道他是要依靠耶和华，因为在那个时刻，非利士人侮辱了上帝的名，所以大卫为了维护耶和华的名，他勇敢地站出来，击败了歌利亚，使以色列人反败为胜。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到皇后以斯帖，以斯帖在面对以色列人要被灭族的危机的时刻，他不贪图皇后的这个位分，也不是贪图在王宫里面的享受，他冒着一个必死的决心，要与自己的民族共存亡。那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其实这是一个故事的开始。这故事从一个选后的一个大赛开始，在以色列人被亚述所掳之后，经过了巴比伦的王朝，到现在以斯帖这个时刻是波斯王国。这个王国的这个王叫做亚哈随鲁王，他掌管了波斯帝国整个有127个省。如果我们把地图摊开来，那个范围是非常的大，可以说从印度河流域东边，从印度河流域到西边的尼罗河的上游，这么大的一个广泛的土地，所以总共有127个省。那么在亚哈随鲁王登基的第3年，也就是大约在主前482年的时候，他预备要出兵攻打希腊之前，他宴请了各省的首长来到苏珊城。他在那边127个省的省长来到，所以大概有经过180天的宴客，而且在结束之前，特别还将苏珊城里面所有的民众及所有的妇女、皇宫里面的人大家一起来享受这个宴席。但是宴席的最后一天，这个国王可能喝酒喝多了，他很开心，所以他就传了一个命令，要他的王后瓦实提来到面前，要让全国的百姓可以一睹看到皇后的美貌。也就是说，他让全国的民众都来看看我的太太是这么的漂亮。可是没想到，这个王后却违抗了命令，她不愿意到国王的面前来，让全国的百姓来看。
所以这个国王就发火了，他就发怒了，如火烧。我们用一句现代的话，用台语来讲，就是"更小灯羞气"。他觉得没有面子了，所以他就生气了。这个时刻，国王的旁边有7个大臣，他们就开始商量，建议这个国王下一个诏书，废掉这个皇后。所以，而且更要通令全国里面所有的妇女必须要尊敬丈夫，免得全国的丈夫都受到藐视。之后，亚哈水鲁王就开始出发去征讨希腊，但是却没有成功，没有战胜，所以他回来就很不准，郁郁寡欢。这个时候，他想起了他的王后瓦实提，他想起了这个已经被他废掉的皇后，因此他的旁边的大臣就建议他说，从他的国里面的各省里面去征召美貌的女子来，到苏珊这个城里面来受训练。那王，你再从当中去选召你所喜爱的人来当王后。如果用现代来看，就是现在的世界小姐的选美，从各地选拔出来之后，再集中到苏珊城里面，再一次的训练，训练完才来做选美的比赛。可是住在苏珊城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末底改，他是被掳的犹太人，他收养了他年幼的堂妹以斯帖作为自己的女儿。以斯帖按照经文的形容，她是非常的漂亮的，她也被选入了宫中，但是她没有让人知道她的籍贯是犹太人的籍。所以她进入到苏珊这个被训练的这个集中的这院里面的时候，她所有的东西，国王所派给她的这些衣服、洁净身体的香料之外，她并没有要求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人可能进来了，他会要求很多的东西，但是他没有，所以因此这样子，所有认识他的人、跟他接触的人，经文记载着说，都喜爱他。被征召的众女子当中，她们必须要用没药、香料洁净自己的身体12个月，之后再进入王宫去觐见国王。如果国王没有再一次提名召见他，就不会再进入王宫之内。在亚哈水鲁王的第7年，登基的第7年，以斯帖进入宫内见了王。因为这个国王亚哈水鲁王非常喜爱以斯帖，胜过其他的人，所以他就册封她为王后。这个时刻，不单单是如此，还有一个人也被亚哈水鲁王重用，那就是哈曼。哈曼他的背景是亚玛利人亚甲族的后代，王使他的官位高过其他一切的大臣，也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骄傲的哈曼，他因为非常的认为自己的身份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就要王下令，所有见到他的臣仆都要向他来跪拜。但是有一个人，这个人是末底改，他就是不向哈曼跪拜，因为末底改他坚信他唯一能够跪拜的就是真神耶和华上帝。所以在这个时刻，他旁边的许多的大臣都劝他说：末底改，你要向他跪拜，要不然你会有性命之忧。可是末底改却告诉他们，他是犹太人，不能向世代为仇的亚玛利人来跪拜。而哈曼知道之后，他就决心要除掉在国里面所有的犹太人。在哈曼，他在亚哈水鲁王第12年的正月，他抽签是要决定在什么时刻要来消灭犹太人，结果抽定了12月。所以哈曼就告诉了亚哈水鲁王说，有一群百姓，他们居住在你的国当中的各省里面，他们有自己的律例，他们有自己的规定，跟其他的百姓不一样，他们也不遵守国王你所定下来的律例。
所以你留着他们是毫无益处的。也就是说，这一群人可能将来会反抗你，这一群人将来可能成为国里面的一个麻烦的敌人。所以国王，你要是认为这是好的事情，你就下旨意来灭绝他们。你灭了他们，我就捐1万个他连得的银子给掌管国库的人，进入到国王你的府库里面。因此，这个国王不知道是哪个原因，不知道是因为要弭平未来可能发生的动乱，还是因为那1万个他连得的银子，他就答应了，而且下了诏书，下令于12月13号。全国各省要把所有的犹太人，无论老少，都要杀尽，而且要没收他们的财产。这个时刻，全国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就感到非常的悲哀，因此他们进食、哭泣、哀嚎。他们穿着麻衣，代表着哀伤，躺在灰中。这就代表着他们的未来好像毫无希望一般。苏珊城里面的民众也有许多的犹太人，他们就开始慌乱了。但是哈曼却与王还在一起宴乐喝酒。末底改他在这个城中，他知道一切的状况，他也撕裂衣服，披着麻衣，蒙着灰尘，在城里面行走之后，就坐在王宫的门口，因为他穿着麻衣，他不能进去到王宫里面，他就坐在王宫的门口。以斯帖王后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只知道末底改披着麻衣坐在王宫的门口，她就感到很忧愁，因为代表了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她就送衣服给末底改，请他把衣服换下来。但是末底改拒绝了。末底改将哈曼要灭绝以色列人的这个计谋，以及发出的这个诏书，全都请人送给以斯帖看，而且要求以斯帖要去见王，要为本族的人在王的面前恳切的祈求，将这件事给他翻转过来，不要让族人被消灭。以斯帖在这个时刻，他差人去告诉末底改，说明其实他在王宫里面他所遇到的困难。他说，国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律，就是如果王没有召见他们，他们擅自进去到王宫里面去见王，那么不论男女，必被处死。除非王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要不然他一定得死。而且特别告诉末底改说，我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30日有1个月的时间没有蒙王召见了。这个就是以斯帖他所面对的困境。但是末底改却又再一次的托人回复以斯帖，他这样说，你不要想在王宫里面你可以强过一切的犹太人，免得这个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导致灭亡。也就是告诉以斯帖说，你不要想你现在在王宫里面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份，就是你是犹太人，你在里面就可以享尽在王宫里面的荣华富贵，受到保护而不被杀害。如果你这样做，你不站出来讲话，你和你的父家将来也要被惩罚。末底改很坚定的，而且警告以斯帖说，你岂不知你现在的王后的身份，就是要为了今天这个机会吗？你成为一个王后，就是为了今天要拯救以色列人。你成为一个王后，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时刻，你必须要站出来。末底改的提醒，要以斯帖去查知掌管万有以及掌管历史的全能上帝对他的心意和命定。因此以斯帖就吩咐人去回复末底改，
他说：“你去招聚书珊城里面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以斯帖他知道，凭着他自己现在去是不行的，所以他请求所有的犹太人一起为了这个存亡关系的事情，一起来禁食祷告。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不是以斯帖个人就可以解决、可以去面对的。所以他的请求是要所有的犹大人一起共同来面对。因此，以斯帖王后她不贪图这个王后的位分，也不贪图在里面的享受。她冒着一个必死的决心，她说：“我死就死吧，要与自己的民族共存亡。”但她也不是凭着冲动，凭着自己所想的办法，因为她知道她必须要依靠神的帮助，所以因此她请求所有的人一起与她来禁食祷告。他自己和宫女也要这样禁食。之后，以斯帖王后就开始预备进去王宫里面。她穿着要进去王宫里面的衣服去见国王。她站在宫廷里面，面对着国王的座位站着。国王看见了王后站在那里，就伸出手中的金杖。这个时刻，我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想说还好，国王有伸出这根金杖。国王看见王后之后，就对她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以斯帖说：“国王，你若以为好的，就请国王你带着哈曼，今日来赴我为你所预备的宴席。”之后，国王就带着哈曼到以斯帖的所住的寝宫里面去赴他所预备的宴席。在酒席之前，国王又再一次的、第二次的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所表现出来的有冷静、有耐心，他再一次的说：“我若有所要，我若有所求，我若在国王你的面前蒙恩，国王愿意赐给我，准许我所求的，那么你明天再带着哈曼再一次来参加我为你预备的宴席。明天我必定要照王所问的来说明。”这个国王就很纳闷了，奇怪，我问了你2次，你都没有告诉我。但是哈曼他却很开心。哈曼他说：“皇后邀请我和国王一起参加他的宴席。”他很开心，他离开。但是他在王宫的门口看见了末底改，末底改依然不理他，所以哈曼他就心里非常的恼怒生气。他回家之后与他的家人朋友商量，他就决定要搭一个木架子，5米高的木架子。他想，我明天要要求王要将末底改挂在上面，然后呢，他明天要继续去参加王后的宴席。那一天晚上，亚哈随鲁王他睡不着觉，他就吩咐人读一读过去的历史。读着读着，他听到里面有一段记载着说，曾经在他的宫殿的门口有2个太监，守门的太监想要下手杀害国王。末底改将这个事告诉了王后，最后国王并没有被杀害。所以国王这个时刻就问了旁边的人说：“末底改做了这个事情，我有没有赏赐给他什么尊荣的爵位没有？”他旁边的臣仆回答：“没有。”因此国王就记在心中。第2天早上，哈曼进到王宫之后，亚哈随鲁王就看见他，就说：“你为什么这么开心？”然后亚哈随鲁王再一次的把昨天晚上想到的那件事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呢？”哈曼这个时刻他心里想的：“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不是我，那会是谁呢？因为我现在在国王的身边是第一大红人。所以他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王应该将你所穿的那一件衣服，你在朝中所穿的衣服赐给他穿，然后让他骑上一匹带着冠的御马，国王你所坐的马，由一位尊贵的大臣在前面引导，然后走遍全城里面的大街小巷，宣告说这个人是国王所喜悦的。你们看，国王是如此的对待他。国王这个时候对哈曼说：那你赶快将这件衣服照你所说的给末底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全城。你要在众人的面前宣告说，这个人是国王所尊荣所喜悦的人。你看，我们国王是这样子在对待他。哈曼听到这句话，他很不准，因为他原本以为是他自己，可是却是他所想杀害的末底改要来坐在马匹上面。所以末底改在门口，他依然站立在那里。哈曼就急急忙忙的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国王带着哈曼来赴以斯帖的宴席。国王又再一次问以斯帖说：皇后以斯帖，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每次当我读到这里，我就想，以斯帖真的是冷静，而且是真的有智慧，是上帝赐给他的智慧。我们用一句现代来讲的话语，可以这样来形容说：以斯帖王后真是吊足了亚哈水鲁王的胃口，把他的心勾得痒痒的，但是又不知道他要什么。整个的事情都在以斯帖王后的掌控之内，也就是上帝让以斯帖王后知道如何要来说明，要来讲这一件关乎犹太人全族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以斯帖王后就回答说：我如果在国王你的面前蒙恩，国王你若以为这个事情是好的，是美的，我所愿的是国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将我所求，就是要求你将本族，就是我的族人也赐给我，因为我和我的族人，我的本族都被卖了，将要被剪除杀害。因此，我们若被卖为奴，在此时此刻我还不讲话的话，那就是王的损失了。亚哈水鲁王就问以斯帖说：谁敢如此做，想要杀害你和你的族人呢？这个人是谁？他在哪里？以斯帖就说：这个恶人是哈曼。哈曼就在国王和皇后的面前非常的惊恐，非常的害怕。国王很生气，离开酒席往花园去了。哈曼这个时刻就跪在，或者是说他趴在皇后以斯帖前面喊救命，求以斯帖皇后来救他的命令。国王从花园再一次进入到酒席的地方，看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也就是说，可能国王看见的是哈曼对皇后的那一个动作是不好的。因此他说：你竟敢在宫内我的面前凌辱王后吗？这个话一出口，旁边的侍卫就将哈曼拿住了。同时有一个人说，哈曼为了那个救王有功的末底改做了一个5丈高的木架，现今他在哈曼的家里。于是国王说，把哈曼挂在上面，就有哈曼就死在他为末底改所预备的那个木架上面。但是最后亚哈水鲁王也将哈曼所有的财产交给了以斯帖，将管理家产的这个权也交给了末底改。因此看样子好像解决了目前的一个危机，但是还没有。以斯帖又再一次的伏在国王的脚前，流泪哀求说，要求他除掉
谋害犹大人的这个恶魔，就是前面哈曼所发出的一个诏书到全国的各省的这一件事上。所以国王就另外下了一个诏书，准许各城的犹太人在12月13号那一天，他们可以为了自己保护自己的性命，有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反击，可以保护自己做自卫的这样的一个防卫。因此在那个时刻，许多的犹太人听到这个消息，他们都非常的高兴。也从那个时刻开始，所有的人因为惧怕犹太人，就入了犹大的籍。亚哈水鲁王最后高升了末底改做波斯国的宰相。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一段故事里面，以斯帖皇后她之所以能带领着自己来到王的面前，让本族的人从要被杀害的这个绝境、灭绝的这个绝境，转而成为被保留、存活下来，它有几个秘诀，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是以斯帖皇后，她谨慎她的口舌。当末底改吩咐以斯帖，叫他不要告诉人他是犹大籍的人的时候，以斯帖谨慎口舌，守口如瓶，一直到他见到王的时候，说出他的需要，那个时刻，人家才知道他是犹太籍。第二个是他别无所求。当所有的人因着被选进入王宫之内，接受训练的那个时，以斯帖他并没有要求别的东西，只有国王派给他的仆人、香料、日常用品，他并没有要求我要更多的东西。也因此他讨人喜悦，讨人喜欢，因为他没有要求很多，也就是说他不是难搞的人，他是按着规矩去领受这些东西，所以所有跟他接触的人都喜欢他。然后他也很谨慎务实。当末底改说明犹太人绝境的时候，他要求以斯帖你要去见王，但是以斯帖知道自己目前面对的困境是已经有30天1个月没有蒙王的召见，他并没有冲动说好我现在就去，而是让末底改知道他自己所面对的困境，更知道他自己的命定是什么。因为当末底改再次提醒以斯帖说，你知道你得了这个皇后的这个位分，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时刻吗？末底改认知他的命定，他也知道神掌权，他要来完成他在这个当中他所要完成的使命。他依靠着上帝的恩典，他没有冲动凭着自己的想法，他没有冲动的去想说我现在是个王后，我就用我王后的权利，我去找人来协助我来做这些事。他知道他必须寻求神的恩典与帮助，因此他要求所有苏珊城的犹大人为他禁食3天3夜。他是要来倚靠神，等候神的带领。更加的是他勇敢来承担。以斯帖知道这个危机是会丧失生命的，而且是关乎他所有族人的性命，所以他勇敢的承担。他说我唯力进去，死就死吧。更重要的是他有智慧，而且智慧是来自于上帝所赏赐给他的智慧。以斯帖是冒死见王，但是王却告诉他说你要什么，就是国的1半也要赐给你。以斯帖他没有立即提出问题或需要，他只是再一次的求王带哈曼来赴宴席。所以第2次王来到宴席的时候，问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他也没有开口说，直到第3次他才说出来。他等候最佳的时机，所以他有上帝所赏赐给他的智慧。更重要的是他掌握这个时机，成功的提出他的需求，而且他的需求里面他精准的诉求说他所需要的是什么。因为他说我的性命和我本族的族人
都请你赐给我，因为我们被卖了，我们要被杀害了，所以求你来赐给我们的性命。他很精准的说出他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做事非常的彻底。虽然国王将哈曼吊死了，但是灭绝犹太人的诏书却无法收回，所以他再一次伏在王的面前流泪哀求，求他除掉这个恶的计谋。所以国王就再一次发布另外一个命令，让犹太人可以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财产。这是以斯帖他所做的这一件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的几个点。因此，在普珥节，也就是犹太人的节期当中，12月13日，犹太人在亚哈水鲁王的各省里面聚集，有人要来杀害他们，他们就反击。但他们反击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他们没有再去掠夺其他人的财物。所以在这个国里面的各族的人都惧怕他们，因为知道他们是团结起来，他们是非常的强大的。那哈曼的10个儿子的尸首都被挂在木架上，因此在这一天，犹太人在每年守亚达月14、15这2天，这个月的这2天是犹太人脱离仇敌、得到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日子。这2天，他们设宴欢乐，彼此互赠礼物，周济穷人。他们不单单只是自己快乐高兴，他们更看见需要的人，彼此互相帮助。这个就是普珥节。所以，无论你是大男人，还是说我是一个弱女子，其实我们都可以跟以斯帖一样，我们可以经历生命当中的逆转胜。上帝创造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明确的命定，所以只要你愿意依靠神，寻求上帝的恩典，你一样可以有智慧充足，来自于上帝所给的智慧，你一样可以勇敢的去承担，因为上帝赐给你勇气，你一样可以掌握时机，得人喜欢，精准的诉求，做事彻底，使你在生命面对困境的时候，你能够逆转胜，反败为胜。我想逆转胜的意义，好像在过去不知道是篮球还是棒球里面有一个逆转胜的这样的一句话，它代表的是一个精神，是你倚靠着上帝，不是倚靠你自己，你倚靠的是全能的神来帮助你，赐给你智慧、能力与勇气。因此，我们要再一次的来看，我们有2个问题，我们可以来思想，在以斯帖这样的事迹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第2个是，你有过挫败的经验吗？也就是说，你曾经失败过，或曾经你陷在困境当中，如果你像以斯帖一样，你会如何来做不一样的一个选择，不一样的一个反应，让上帝亲自来带领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的同在，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以斯帖他能够反败为胜，能够拯救他的族人，乃是因为他倚靠你，他能够在这当中安静自己的心，安静自己，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那充足的智慧，在适当的时刻将他的所求来说明出来。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忍耐等候。愿主你也亲自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面对生命困境的时刻，能让我们来艰辛的依靠你。愿主你亲自来赐福。此时我们要主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同心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